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以前覺得香港戶口只不過係一張身份證，直至有位表姐移民咗去加拿大10幾年，最後都忍唔住要回流香港。佢喊住咁講，原來香港擁有呢啲好處，真係隱形福利嚟㗎。就講從小到大嘅教育啊，其實都比其他地方好走。如果從小就讀官立學校，中學就可以直升 Band 1，DSE 5科合格15分就能夠申請香港各大大專院校。我有個表弟去年就用呢個成績攞到港大全額獎學金。對比從加拿大回流嘅表姐，佢仔仔喺當地讀完高中想考頂尖大學，學費足足貴咗1倍啊！另外喺香港如果有病痛嘅話，睇公立醫院嘅醫生其實花費都只不過係百零蚊。有個朋友上個禮拜喺伊利沙伯醫院照胃鏡啊，提前網上預約，佢話全程所體驗到嘅專業醫療服務非常之好啊，最後都只不過係俾咗180蚊咋。有個客戶同我講，香港嘅私立醫院好貴喎。其實如果有香港身份證嘅話，買個住院保險，每年都只不過係幾百蚊就可以覆蓋到7至8成嘅基本醫療費用。呢個福利其實連好多香港本土人都未必會好清楚啊！喺香港嘅退休保障雖然唔算得上係世界第一，但係如果有供強積金嘅話，你5%，僱主5%，咁樣積少成多。就算你唔識投資，你亦可以加配一啲非常穩陣嘅終身年金計劃，再加上去到70歲，你亦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叫嘅生果金。咁樣加加埋埋，只要你唔係大使嘅話，年老嗰陣時應該都可以安享晚年喎。另外，香港特區護照可以容許我哋免簽證去全世界173個國家。我哋嘅金融體系、我哋嘅銀行體系非常完善，喺銀行裡面嘅資金非常之安全，而且資金自由進出。做生意嘅話，兌換各大國家嘅貨幣非常方便。以上呢啲種種嘅優勢，都確保咗香港繼續成為全世界其中一個非常獨特嘅國際大都會。單喺舊年啊，就有超過11.5萬人申請高才通計劃，上嚟香港工作，想攞香港身份，其中9.1萬已經獲批啦。基於呢啲數據，香港身份仍然十分吃香㗎喎。我係香港占記，每一日同你分享美麗嘅香港人事物。